嗨嗨，我好阿玲，今天給大家看一下怎麼狂攬207分。第一鋪白板係鬼，好，咁就拖牌啦。碰，咁就跌鬼。OK，哇，暗角，哇送上門㗎。OK，講把自己都喺幕後面5+5咁睇方位嘛，係159。OK，中午唔算好，所以每位22分。第二鋪9索係鬼。叫戶正將5把索。哇！即食咁係算正將嘅2隻嗎？OK， 哇！終於摸到個鬼嘛，咁就每位15分。第3鋪2筒係鬼。哇！個靚7索，呢個白板好彩冇做打隻。哇！卡龍5索，真係呢個白板打得是幾好啊！正將叫2個對碰，8筒碰咗叫3、6、9索。應唔應？又係齋嘅。OK， 每位14分。第4鋪8索係鬼，上手3個白板。哇！卡龍8索，睇下可唔可以食到正將先。OK 喎，叫戶卡龍3筒。哇！摸到槓，咁梗係流啦，單掉個2筒。咁就越換越多啦。白板降個先。哎呀，降唔爆。南風下嘅降。哇塞，暗降，哎呀，都係仲未爆。哇塞 ，OK， 正將加上暗降，每位18分，點讚關注直播啦，拜拜。